台南市吧市府农业局来举办着永续农业的展览，特别推出着穿越的剧场，带民众来感受着100年之间环境的变化。配合台南市吧，台南市政府为即马开始到11月，伫小人文化园区举办农渔地景艺术节以及永续农业的主题展，并且结合科技公司以创新的手法，推出沉浸式体验的穿越剧场，让民众感受台南的农业繁华。爱当伫差不多6分钟的时间来介绍咱规个台南咱的农林渔牧，啊，搁最近大家关心的东北议题。这摆展览除了是全台头一座永续农业的穿越剧场，展览后卖将这设备保留落来，佮利用。很重要的是，我们这个展出之后呢，我们这些设备都还会留下来，来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让有兴趣的民众可以继续来探索。咱乡亲会当入捌农业历史的发展，嘛会当感受环境之间的变化，并且透过座舱以感官效果体验台南的每一寸土地，带咱乡亲专访位去了解台南农业的风采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